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江电视台。今天是2026年1月1号。首先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过去一年，2025年，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和灾难，特别是大埔文福园的大火，这场灾难为香港人和灾民留下沉重的伤痛。在国际方面，大陆和台湾军事冲突升级，江运密报，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差异，令国际股市更添变数。在2026年，香港人大家努力走出3年灾难的伤痛，持续协助文福园的灾民，同时密切观察国际股市，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。谢谢大家。